6月27號有兩單大新聞，第一單就係美國嘅聯邦最高法院以6-3嘅票數裁定支持早前特朗普簽署出生公民權被取消嘅行政命令。第二單就係英國嘅首相 Keir Starmer 喺上任1週年之際，面臨自己黨內最大嘅不信任動議危機。佢面臨呢個政治生涯上最大嘅危機嘅原因係由於英國政府喺6月初嘅時候提出希望改革英國嘅福利法案，其中對於 PIP 嘅改革為重中之重。佢對於長期病患以及有 disable 人士嘅福利嘅申請資格進行提高。有127位工黨議員喺6月26號嘅時候聯署俾 Keir Starmer，話如果呢項法案喺7月1號下個星期二提交俾國會嘅時候，將會投反對票。127位工黨議員呢個數目係佔工黨嘅國會議員大約1/3，而且呢個數目比保守黨嘅所有國會議員仲要多。如果呢項法案真係被否決，就將會係1986年以來第一次有政府喺二讀嘅時候，由於自己議員嘅叛變而遭到否決。Keir Starmer 政府現在面對嘅情況 ，Sky News 形容為一個 hot mess， 其他主流媒體都形容為呢次投票其實係一個非正式嘅信任投票。呢個法案通過與否，由於已經有超過1/3嘅工黨議員提出質疑。對工黨政府嘅領導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嚴峻嘅信號以及考驗。呢個法案提出之初，其實工黨裏邊已經有議員陸續零聲反對，但係 Keir Starmer 非常之強硬咁推出呢項政策，甚至乎提出佢會同保守黨商量點樣去支持呢個法案。但係當保守黨議員全部冇反應，而陸續有更多工黨議員提出反對之後， Keir Starmer 喺6月27號嘅凌晨突然間又嚟個大 U-turn， 提出改革之後，正在領取呢項福利人士不受影響，而只會影響明年2026年11月以後嘅新申請人。作出調整之後，由原本每年可以慳返5個 billion pounds 變成每年最可以慳返2.5個 billion pounds。其實佢可以慳到嘅錢仲未夠花喺 illegal immigrant 非法移民身上錢嘅一半，其實都真係幾諷刺。平心而論，英國政府想對福利政策作出改革係好多英國人嘅心聲。英國政府每年都會面對2個大問題，第一個就係 NHS， 第二個就係英國嘅福利。呢2項政策每年花去英國政府巨額費用。其實個主要問題係好多人濫用呢2項政策，絕對係一粒老鼠屎壞咗一鍋粥嘅典型例子。其實 Keir Starmer 面對呢個兩難問題真係好難解決。第一，佢真係要改革福利政策，因為英國政府真係 afford 唔起呢2隻怪獸每年花去嘅錢。但係同時佢要面對選民嘅質問，面對民眾嘅質疑。到底咁多個選民都叫你唔好咁樣改革嘅時候，你又能唔能夠 afford 到堅持己見，而冒住下一次大選失去呢班選民選票嘅呢個危機呢？但係其實 Keir Starmer 現在嘅民意，如果聽日就進行選舉嘅話，法拉奇改革黨嘅領袖絕對係下一次首相嘅大熱門。其實工黨政府現時最尷尬嘅境地就係點樣面對自己班選民以及自己嘅政綱。英國工黨由97年貝利亞上台之後一直行緊嘅政綱，其實就係同保守黨打對台，以提高福利、提高工人嘅收入、提高窮人嘅收入為主。但係 Keir Starmer 上台以嚟嘅第一個政策就係 cut 呢個 Winterfield Allowance， 而家佢又要去減呢班人嘅福利，佢哋到底變成兩面不是人嘅原因，又到底係呢個 Keir Starmer 領導能力有問題，定係英國已經到咗一個非改革不可嘅地步呢？有位時事評論員就問工黨政府點解喺21、22年嘅時候，你哋批評保守黨對申請福利人士嘅門檻太高，而家你上台之後又話呢個門檻太低呢？其實工黨政府喺2戰之後每次都係做1屆政府之後就俾保守黨做返2到3屆，到咗97年貝利亞先至連續做咗3屆。但係人才凋零嘅工黨似乎冇乜辦法扭轉現時嘅局面。
下次大選可能係4年後，可能冇4年。改革黨上台之後，對移民嘅政策一定會大力收緊。作為 BNO holder， 一定係兩害取其輕，對移民政策稍為寬鬆嘅工黨，其實應該予以支持。今日就傾到呢度先，我哋就下期再傾過。